呢期同大家介紹星河單堤附近嘅一套二手筍盤，呢一套二手筍盤呢，液淨面積60平方，目前業主委託嘅總價呢26萬。呢個業主呢喺呢個樓價高企嗰陣時入手，錯過咗好多次出售變現嘅機會，而家呢就喊都無謂，喊都冇晒眼嚟噶啦。呢一套二手筍盤呢，就係星河單堤對面嘅長汀花園啦，60平方26萬毛坯，4000零蚊嘅單價就可以擁有呢套單位。呢一個單位呢，樓層呢都係非常之靚嘅，又唔係頂樓，社區嘅園林綠化各方面都非常之好嘅。可以睇到咧電梯樓，就係呢一套單位啦。入到嚟咧就係呢個廳嘅位置啦。出面咧就係陽台，右手邊咧就係休息區2間房。第一間房咧有11個平方，第二間房咧有15個平方左右嘅。呢一套單位咧，出面咧陽台咧可以睇到社區嘅園林綠化啦，同埋對面嘅星河單堤嘅 Coco Garden 超市正前方。喺呢個星河單堤同埋長汀花園中間咧，仲有一條市政府出資打造嘅河道啦，有呢個綠化帶，供大家平時飯後鍛煉身體都可以嘅。呢個位置咧就係房內嘅廁所位置。呢個位置咧就係廚房，出面仲有一個生活陽台。係啦，呢一套單位咧，業主入手已經超過咗5年噶啦，各方面嘅稅咧都係非常之低嘅。如果咧對呢一套單位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嚟實地睇一睇。可以睇到咧，門上已經貼咗好多呢啲繳費單啊。陣間咧會同大家介紹下周圍嘅環境。目前呢一度咧就係社區嘅園林綠化啦。每個平方嘅管理費咧係1.2蚊管理費。再同大家介紹下周邊嘅交通配套啊，以及呢個生活配套。對面呢就係呢個星河單堤嘅區域啦。星河單堤嘅後方呢就係呢個惠陽高鐵站啦。係惠陽高鐵站呢2個站到香港，1個站到深圳，1個小時嘅車程就可以到達呢個香港西九龍噶啦，亦都可以喺呢個星河單堤門口乘搭呢個深惠2線嘅巴士到達呢個沙田地鐵站，全程3蚊嘅巴士車費，20分鐘左右嘅車程就可以到達呢個沙田站啦。係啦，喺呢個過橋呢個前方咧就有呢個惠陽淡水第6人民醫院。喺呢個前方咧，有呢個天虹商場啊，以及呢個大潤發商場嘅，都係呢個1.5公里範圍之內。日常嘅各方面購物啊，都非常之方便。係啦，前方呢一棟樓咧，就係呢個富康酒店啦。平時咧中意飲茶嘅朋友咧，就可以喺呢附近呢度飲茶啦。價錢咧都非常之平，各方面嘅材料都非常之新鮮。然後咧喺2公里嘅範圍咧，仲有3大 shopping mall 嘅，就係前方嘅萬達廣場啊，同埋翡翠山嘅益田商業廣場啦。喺呢個翡翠山呢度啦，亦可以乘搭呢個西湖出行嘅巴士返各大口岸。每一程嘅車費咧，只需要18個8。係啦，呢一邊過到嚟咧，
紅色嘅呢幾座樓咧，前面就係呢個吳越廣場啦。周邊非常之成熟嘅3大 shopping mall 圍繞住一個商業圈。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就聯繫我啦。本期視頻結束之前，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。本期內容未必滿足你的要求，同一屋苑亦有其他類型的房源，你可以聯繫我，把你的要求話我知。本人從2007年至今一直在惠州從事房地產經紀業務，24小時歡迎各位嘅諮詢。如你身邊的朋友有需求，你亦可以將我嘅頻道分享給他。感謝大家。